好，咁咧嗱，同大家去睇第二篇啊，係咁啊，小雨點的旅行。咁咧，嗱呢篇咧都係一啲偏向描寫嘅文字啊，都係一啲偏向描寫文字噶嘛。咁但係佢個寫法咧相對唔同少少啊，嚇，咁啊，相對唔同少少噶嘛。咁小雨點的旅行。咁咧嗱，首先第一樣嘢你見到咧嚇呢一個小雨點旅行咧。雨點係唔識旅行嘅，雨點即係雨啊，係唔會識得旅行嘅咁啊。咁呢一種寫法咧係一種擬人嘅寫法嚇咁啊。將佢咁樣寫嚇咁啊。嗱，呢度咧係一種擬人嘅寫法嚇，係一種擬人嘅寫法嚇咁啊。咁因為旅行呢一個位咧嚇咁啊，佢係我哋唔會話雨點去旅行嘅嚇咁啊。通常係人先至去旅行，咁所以咧係將雨點啊嚇，佢係把雨點當做人來寫嘅，OK，會旅行嘅，OK 嚇咁啊。呢啲要知道嚇咁啊。咁咧。好嚇咁啊，咁呢個係一個啦嚇咁啊，點解要咁樣做咧？因為會咁樣做會生動啲嘅嚇，咁樣做會生動啲嘅嚇咁啊，即係如果你齋咁樣講落雨咁啊，冇咩好睇嚇，咁但係你講話嗰啲魚會去旅行喎咁啊，咁就好睇啲啦嚇，好睇啲，會生動啲、吸引啲嚇咁啊。好多時候咧一啲童話故事裏邊咧嚇，我哋寫啲人啊嚇，寫啲譬如花草樹木，佢哋會講嘢喎，風係姐姐嚟喎，太陽係公公嚟嘅喎嚇咁啊。咁啊，即係呢啲咧嚇，咁啊全部都係擬人嘅寫法咁啊，咁係可以將啲嘢寫得生動有趣啲嘅嚇咁啊。好啦，咁啊都係一樣啦，順住落去咁啊睇一睇有冇啲字係唔識啦嚇咁啊，同埋理解晒成篇文章講啲乜嘢嚇，咁啊諗一諗有啲咩地方可以值得我哋參考嘅。OK，嗱，小雨點咧從雲朵媽媽的懷抱裏跳了出來嚇，開始了一場奇妙的冒險嚇咁啊。OK，嗱，小雨點由雲朵媽媽咁呢個當然即係佢講佢最開頭啦嚇咁啊，即係由雲嚟嘅嚇咁啊，係雨係。雨係從雲來嘅，OK，呢個第一嘅啊咁啊，好啦，開始一場奇妙嘅嗰個奇幻嘅嗰個冒險啊咁啊，咁所以咧嗱，佢話俾你聽咧嚇，咁啊呢一個冒險嚟嘅嚇，咁啊，即係呢一場旅行係一場冒險嚟嘅，而且係奇幻嘅，得唔得啊？咁啊，即係嗰個俾人感覺係奇幻嘅，OK 啊咁啊，旅行是一場冒險啊咁啊，而且咧啊係奇幻嘅，OK 啊咁啊。咁當然即係後文嘅內容咧，嗱我齋睇呢一句咧嚇，咁啊後文嘅內容咧應該係俾人感覺係奇幻嘅嚇，應該係俾人感覺係奇幻嘅，得唔得？OK，嗱咁啊一個咁樣嘅做法啦嚇，咁啊好啦，當然即係第一段呢一啲咧嚇，咁啊佢攞嚟做咩咧嚇？咁啊攞嚟做一啲交代背景嘅嗰個即係做法啦嚇，咁你睇完第一段之後咧，你會知道哦呢一篇文咧嚇個主角係小雨點，而且主要成篇文咧係會講佢嘅一個旅行啊咁啊。好啦，他先落在翠綠的荷葉上嚇咁啊，荷葉像一個巨大的綠色托盤嚇，小雨點咧在上面滾來滾去，像一顆晶瑩剔透的珍珠。他聽見青蛙在荷葉下呱呱地唱歌嚇，那是大自然最清脆的歡迎曲。OK，嗱第一樣嘢咧嚇，翠綠啦嚇，翠綠係一個顏色詞啦嚇，咁啊大家寫文時候可以用一用啦嚇，咁啊咁當然都係一個視覺嘅描寫啊嚇，都係一個視覺嘅描寫。佢先落喺一個荷葉上邊嚇，咁啊嗱。大家睇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成段嘢一個段落咧，佢可以拆開唔同嘅句子嘅嚇，佢可以拆開唔同嘅句子，每個句子係一個意思嚇，咁啊，每個句子係一個意思咁啊。咁如果你係即係睇完成節，好似冇乜方向，唔知點樣去掌握個句子嘅意思嘅時候，即係只能夠憑感覺嘅時候咧，嗱有時未必要齋憑感覺嘅嚇，咁啊，你將佢嗰個句子咧一句句咧斬開佢嚟睇清楚咧，就會明白多少少嘅。第一個係講雨點咧嚇，落咗去嗰個荷葉上邊嚇，咁啊，荷葉像一個巨大嘅綠色嘅托盤啦嚇，咁啊，呢個係一個比喻啦嚇，咁啊，比喻嗰個做法咧嚇，咁啊，佢俾人嘅感覺係即係當然係形狀相似啊嚇，咁啊，OK，形狀相似，荷葉好似一個巨大嘅綠色托盤嚇，咁啊，然之後佢喺上面滾來滾去，像一顆珍珠啊嚇，晶瑩剔透，OK 嚇，咁啊，晶瑩剔透咧嚇，咁啊，咁呢個咧係講緊係即係好似閃靈靈嘅透光嘅嚇，咁啊 OK 嚇，咁啊即係佢唔係一個唔
唔透光嘅東西嚇，咁啊 OK 嚇，透光嘅嚇，咁啊透光嘅嚇，咁啊 OK 晶瑩剔透嚇，非常之靚嘅 OK，咁啊好似一顆晶瑩嘅珍珠啊，晶瑩剔透嘅珍珠嚇，咁啊咁晶瑩剔透啦，我哋有時有另一啲講法，咩玲瓏剔透嚇，咁啊意思係差唔多嘅嚇，意思係差唔多嘅，得唔得？OK 啊，咁啊好啦，咁咧嗱，小雨點喺上面咧滾來滾去，即係喺上面碌嚟碌去，咁當然你睇到就咁睇啊嚇，咁啊係一個好活潑嘅形象啊，寫出嚟係一個好活潑嘅小朋友咁嘅形象嚇，咁啊好啦，他聽見青蛙喺荷葉上邊呱呱唱歌嗱。先係荷葉上，跟住寫荷葉，跟住係荷葉下嚇咁啊！那是大自然咧嚇咁啊最清脆的歡迎曲。OK 嗱，你見到咧嚇咁啊，佢呢度咁樣寫嚇咁啊嗱，佢話俾你聽呢個係歡迎曲，咁即係話咩咧？佢俾人嘅感覺，成篇文俾人嘅感覺咧，其實係歡迎嚇咁啊，歡迎或者話肯定呢個雨點嘅冒險嘅，得唔得？OK，係咁啊，乜係充滿咗啲生機嘅，係充滿咗啲生機嘅。OK，咁然之後咧，嗱，你見到咧後邊呢一個咧係一個聽覺嘅描寫啦，嚇，咁啊擬聲詞聽覺嘅描寫。咁通常咧，我哋真係寫啲顏色啊，真係寫你聽到啲乜嘢咧？呢啲咧係可以令到成個畫面更加具體嘅。OK，如果唔係咧，你齋講咧，你齋講譬如話荷葉下有青蛙喺度叫啊嘛，咁佢點樣叫啊？個荷葉咪點樣樣嘅咧？係咁啊，大家係只能夠憑想像，OK。但係你講得好清楚咧，係咁啊，人哋就唔明，得唔得？即係所謂講得清楚就係你將佢嘅顏色、形狀、大小，你將佢嘅聲音嚇擬聲詞嚇咁啊，佢聲音係大係細係節奏係點，將嗰啲好具體嘅嘢寫出嚟，係咁啊，將嗰啲好具體、好細節嘅東西寫出嚟咧，咁就啲人就會覺得具體。咁當然太細節又唔好啊，咁啊，咁但係你見到即係呢一度佢咁樣去寫啦嚇，咁啊先係荷葉上嚇，咁啊咁然之後咧係寫咗荷葉，跟住荷葉下嘅青蛙嚇，咁啊寫咗呢兩樣嘢嚇，咁啊咁所以咧你去睇翻嘅時候咧，嗱荷葉係一個啦嚇，咁然之後咧呢一個聽見青蛙喺度唱歌係一個啦嚇，咁呢個咧係佢寫嘅兩個對象嚇，寫嘅兩個對象嚇，咁啊。OK，係咁啊，咁所以我哋去睇嘅時候咧，嗱，第一佢係由呢一個雲度落翻落嚟，跟住開始一場奇幻嘅冒險嚇，奇幻啊，奇幻係咩咧嚇？咁啊大家可以諗啊，奇特啊也好啊嚇，咁啊變幻嚇，咁啊 OK，或者夢幻嚇，咁啊。得唔得啊？同埋好特別嘅嚇，好特別嘅一個冒險嚇，同埋好特別嘅一個冒險，奇特嘅 unique 嚇咁啊，奇幻嘅奇幻嘅冒險。好啦，咁跟住講佢落咗去荷葉度，跟住聽到啲聲，而嗰啲嘢係歡迎緊佢嘅嚇，歡迎緊佢嘅。咁當然你都睇到就係、就咁睇啦，其實應該成篇文章，因為佢用歡迎呢啲字啊，滾嚟滾去啊嚇，咁啊滾來滾去啊呢啲咧，其實咧係你睇到佢係向正面去描寫啦嚇，即係好肯定呢個小雨點嘅旅行啦。好啦，接着小雨點流進嚇，流進咧嚇，咁啊即係你偷偷地入咗去嚇，咁啊流進去嚇，咁啊流進了清澈的小溪，溪水歡快地奔跑着，撞在石頭上濺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OK，嗱，你見到咧呢一度。你見到呢一度嚇，咁啊佢入咗嗰個小溪度，咁即係話咧呢度咧佢描寫嘅嗰個東西咧就係小溪啦嚇，就係小溪啦。OK 嚇，咁啊咁去咗小溪啦嚇，溪水係歡快嘅嚇，溪水係歡快地奔跑嗱，呢個都係一個擬人嘅寫法嚟嘅，將溪水當做人嚟寫，佢係會歡快會奔跑，歡快係人嘅情緒，奔跑係人嘅動作，得唔得？撞在石頭上濺起一朵朵白色嘅浪花嚇，咁啊。都係一個視覺嘅描寫啦，嚇，都係一個視覺嘅描寫嚇，咁啊，好啦，咁跟住咧，你見到咧嚇，咁啊，即係呢個小雨點跟着小雨咧，係捉迷藏，穿過彎彎曲曲的山谷嚇，咁啊，感受水的流動與力量。OK，咁你見到咧有雨啦。有魚啦嚇，咁啊有山谷啦嚇，咁呢個都係佢寫嘅一啲嘅細節啦嚇，咁寫呢啲細節咧嚇，咁佢想講嘅係水嘅其實去到最後咧想講個溪水啊嚇，去到最後想講個溪水係睇到水嘅流動與力量，OK，感受着水的流動與力量嚇，呢一段係咁啊，主要係講呢樣嘢嗱，描寫嘅對象係水。
OK 嚇咁啊。咁特點係乜嘢咧？即係佢描寫對象嘅嗰個特點咧，就係佢嘅流動嚇咁啊，與力量。OK，咁當然有時我哋如果寫得再細緻啲啦嚇咁啊，OK 嚇咁你可以再多少少啦嚇咁啊，OK，譬如話係嚇咁啊，即係譬如話啊，這裏嚇咁啊，床這裏這裏床啦嚇咁啊，那裏躲。OK，咁啊將個中埋長咗費事重複個用字啊咁啊，OK 啊咁啊跟着小魚遊戲嚇咁啊，這裏藏那裏躲嚇咁啊，OK 嚇咁啊，咁譬如可能在水中啊閃轉騰挪啊，閃轉騰挪，OK 嚇咁啊，唔需要用頓號啦嚇咁啊。OK，係咁啊，係可能喺係咁啊，在係咁啊，在呢個快樂嘅嬉戲間，或者係在係咁啊，歡快在遊戲間係咁啊。OK，嚇咁啊！喺遊戲嘅時候啊，喺遊戲嘅過程裏邊咧，就穿過咗彎彎曲曲嘅山谷啦，嚇咁啊！OK，嚇感受住水嘅流動與力量。咁但係呢一度咧，嗱，即係老實講咧，我未必要寫水嚇咁啊，即係寫喺水裏邊咧，係帶住佢嘅嚇咁啊！OK，嚇咁啊，不過咁樣寫都得嚇，都咁樣寫都得嚇咁啊，嗯嗯。啊，係咯，佢之所以可以喺即係個雨點之所以可以喐啊，或者係嗰啲雨之所以係會咩下咁啊，咁我哋都可以想象就係、哦，其實係憑住水嘅流動與力量去處理。不過呢個可能即係大家帶出嚟咧，你一係就點樣咧？一係就可能我換咗水嘅流動與力量佢嚇，咁我換咗呢一個去。點解咧？因為感覺上好似都係冇咁好啊嚇，咁啊 OK 嚇，咁啊即係你一係就點樣咧？一係就譬如話我可以寫個魚一時間可能嗰個水下咧嚇成為咗佢哋嘅私人派對場嚇，咁啊 OK，咁類似係咁得唔得？OK 嚇，呢樣嘢啦嚇，咁啊譬如話我咁樣寫啦嚇，一路上嚇，咁啊梯水咧，一路上溪水成了嚇，咁啊他們的私人嚇，咁啊派對啊，或者係開溪水嚇開起了熱鬧的派對啦，簡單少少嚇，咁啊 OK，例如係咁嚇，咁啊 OK，係咁啊溪水下。啊，咁啊，可能咁樣寫咧，嗱，因為其實我想突顯嘅係熱鬧，咁於是乎我就將個熱鬧個 point 寫出嚟。咁如果你想講水咧，嚇咁啊，咁你可能就要 keep 翻佢原本個流動與力量，咁都 OK 嘅，嚇都 OK 嘅，嚇咁啊。咁但係即係我自己感覺上好似轉翻熱鬧好少少，嚇咁啊，OK，轉翻熱鬧好少少。好啦，再落去，最後小雨點咧，嚇咁啊，鑽進呢個乾涸嘅泥土裏邊，他輕輕吻着，嚇咁啊，即係。呢個花朵的根部嚇，告訴他們外邊世界多麼精彩。花兒吸飽了水分，在微風中輕輕點頭，彷彿在説：謝謝你，小雨點。OK，嗱，鑽進咧嚇，鑽即係捐入去嚇，捐入去捐窿嗰個捐嚇，鑽進嚇咁啊，鑽進了嚇捐入去乾涸的泥土裏邊嚇，乾涸的泥土裏邊咁啊，個好乾啦，好口渴啦嚇，咁啊泥土咁當然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擬人嘅寫法嚇，乾涸嘅泥土嚇咁啊。OK，他輕輕吻着花朵的根部，告訴他們外面世界多麼精彩。OK，花兒吸飽了水，嚇咁啊，花兒吸飽了水分，在微風中輕輕點頭，係咪好似喺度多謝嚇咁啊？OK，嚇咁啊，在微風中輕輕點頭嚇咁啊？OK，嚇咁啊。咁當然有時可能再特別少少咪在風中嚇咁啊。
在微風中，或者簡單寫你迎風嚇咁啊，迎風搖曳係迎風起舞嚇咁啊，OK 都可以嚇咁啊。搖曳咧即係擺嚟擺去嚇，擺嚟擺去，OK。有時咧大家見到咧係即係輕輕咁樣咧嚇嗰啲咩咧，即係遊樂場咧，大家見到嗰啲盪秋千咧嚇咁啊，佢冇人坐上去嘅時候咧，佢輕輕風吹嘅時候，佢輕輕喐下喐下嗰隻咧，嗰個叫搖曳嚇，嗰個叫搖曳。又或者啲柳樹啲樹枝咧嚇咁啊，即係風吹嘅時候喐下喐下嗰隻嚇，咁嗰隻都係叫搖曳。OK 嚇咁啊，乜搖曳啦嚇咁，你可以講迎風搖曳、迎風起舞嚇咁啊，咁都可以嚇咁啊。OK 嚇咁啊，咁啊即係。可以咁寫啦嚇，又或者你如果想 keep 住微風，就可以寫譬如話隨着微風嚇咁啊，輕舞嚇咁啊，咁都可以嚇咁啊，得唔得？咁睇你點樣講啦嚇，睇你點講嚇，彷彿在説啫啫喱小雨點。OK，這場旅行雖然短暫嚇，小雨點咧，佢係覺得非常快樂，因為它滋潤了大地，有一項叫你最美的風景嚇咁啊。OK 啊，滋潤咗大地啦嚇，睇見最美嘅風景嚇咁啊。咁你見到咧有一部分咧，佢係幫咗人嘅嚇咁啊。而一方面咧，我哋睇到嗰樣嘢嗱，所謂滋潤大地，佢係幫助咗呢一個江河嘅泥土與花朵。OK，係咁啊，咁呢個係一個情況啦，係咁啊。然之後最美嘅風景係咩咧？嚇，最美嘅風景就係頭先嗰個荷葉啦，嚇，同埋呢一個溪水啊。OK，係咁啊。咁所以兩節都有講嘅嚇，兩節都有講嘅嚇咁啊。咁我當然我哋去寫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你見到佢係透過嚇咁啊，即係透過嚇咁啊，係啊。透過雨點嘅嗰個冒險啊，嚇咁啊，咁啊，即係去讚美嚇咁啊，自然嘅嚇，即係美景啦嚇，咁啊 OK 嚇，去讚美即係自然嘅風景啦嚇，咁啊，咁同埋咧嚇，咁啊，即係帶出咗嚇，咁啊，即係要幫到人啊嚇，咁啊，要即係及雨點啦嚇，咁啊，助人幫助嚇咁啊他人嘅嗰種精神啊，OK 嚇咁啊，或者佢奉獻出自己去幫其他人嘅嗰種精神，因為雨點最後捐咗去泥土度啊嘛，呢個係佢嘅終點站啊嘛，OK 呢個係佢嘅終點站嚇咁啊，咁所以兩節係睇得到嘅嚇，兩節係睇得到嚇咁啊，咁咧就係咁啦啊，呢個睇先有冇啲字咧？呢個清脆嚇，清脆咧嚇咁啊，即係意思係好清、好清澈嘅。咁然之後係好脆嘅，即係咩？點樣講好脆咧？嗰種感覺係咁啊，即係佢唔會係佢唔會係即係拖泥帶水嘅嚇咁啊，佢唔會拖泥帶水，好清楚嘅嚇冰嚇咁啊，咁啊好清楚嘅，唔會特登拉得好長嗰隻嚇咁啊 OK 啊咁啊清脆嘅嚇清脆，一下就即係脆咧。大家想象嗰樣嘢咧就係餅乾咁樣，餅乾你一咬咁啊，咁個餅乾就散啊嘛，就脆咗就斷開咗啊嘛。OK，但係有啲譬如話有啲糯米啊，或者啲糖啊嚇，咁樣你咬落去有黐立立嘅嚇，咁啊咁嗰隻就唔脆嘅嚇，嗰隻就唔脆嘅。咁你可以想象啦嚇，咁啊譬如話聲音裏邊有啲嘢咧嚇，咁啊佢唔會好悠長嗰隻咧嚇，咁啊咁就係清脆啦嚇，咁啊咁如果悠長啲拉得好長嗰啲咧嚇，咁啊咁感覺上黐立立嗰隻咧就唔係嘅嚇，咁啊譬如話有啲咩咧？譬如話風鈴啦，風鈴可以係清脆啦嚇，咁啊 OK。有啲咩唔可以清脆咧？譬如話有啲啲雀仔嘅聲音可以清脆嚇，咁啊雀仔嘅聲音嚇，咁啊佢夠尖啊嚇，夠尖啊嚇，咁啊 OK 嚇，咁啊同埋咧即係佢雖然有啲可以拉長，但因為佢好尖同埋好其實都唔係好長嘅啫嚇，咁啊咁嗰啲聲音咧係可以清脆嘅，我哋可以講叫清脆嘅。但係有啲人唔得嘅，譬如話係青蛙嗰啲聲嚇，有時咧太過低沉，嗰啲冇辦法清脆啦。又或者譬如話係咩聲冇辦法清脆咧嚇，咁譬如風聲冇辦法清脆嘅嚇，風聲係冇辦法清脆嘅嚇，咁啊呢個有個字嚇，咁啊有個字得唔得嚇？咁啊咩形容嘅時候要識得去形容啦嚇，咁大家要知道即係寫嘢嘅時候咧，要俾啲具體嘅畫面，同埋咧記住嗰樣嘢就係你寫嘅嗰啲細節咧係一定要對應到
即係你想表達嘅嘢嚇，咁啊 OK 嚇，咁啊咁呢個可以咁樣去諗啦嚇，咁啊咁當然即係呢啲如果我要攞嚟問嘅時候，咁好多嘢都可以問嘅嚇，咁啊即係譬如話佢起點喺邊度係嘛嚇，咁啊 OK 嚇，咁如果你個嗱。譬如話呢一個位咧，好 tricky 嘅嚇，咁啊，即係嗰個旅程嘅起點喺邊度咧嚇？個旅程嘅起點喺邊度咧嚇？咁啊，佢雲朵媽媽嗰度跳出嚟嚇，咁啊，咁你當雲朵係個起點啊，定係荷葉係個起點咧嚇？咁啊，OK 嚇，咁啊，咁俾我揀，我可能會當呢個我當呢個，我有機會會當雲朵係起點嚇，咁啊，因為佢由雲朵嗰度跳出嚟咧，先至係開始啊嘛。開始嚇，咁啊 OK 嚇，咁啊，咁你落在邊度？咁係即係你已經開咗第一步。咁不過咧，嗱，即係我咁樣話俾大家聽，就係通常佢如果出呢啲題目咧嚇，咁啊，佢唔會出一啲咧，你睇落去好似模棱兩可嘅啊，咁啊，即係通常係得唯一一個答案咧嚇，咁啊 OK 咧，先至係可以咁樣出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嚇，咁啊即係到最後可能兩個答案咧嚇都有機會得嚇，咁啊即係真係啊嘛嚇，你譬如話你話佢喺荷葉上邊又得，你話佢喺雲朵上面其實都講得通喎嚇，咁啊咁究竟邊個啱咧嚇，咁啊咁老師出嘅時候佢通常會揾一個最適合嘅嚇，或者係揾一個冇其他選擇嘅題目嚟出嘅嚇，咁啊呢個要知道。咁當然即係其他係字詞啦嚇，咁啊咁同埋一啲視覺描寫啊、聽覺描寫啊嗰啲大家要識嘅嚇，嗰啲大家要識嘅。同埋咧有時咧就要你去講翻一啲咧嚇，咁啊即係嗰啲特點。啊，譬如話小溪嚇帶出嚟俾人嘅感覺係點啊？OK 啊，咁啊，咁呢一個即係呢個荷葉俾人嘅感覺係點啊？嚇，咁啊，咁呢個要睇得到嘅嚇，要睇得到嘅。OK 啊，即係荷葉成個場景係俾人感覺係點，要睇得到嘅。OK 係咁啊，咁呢啲要講翻啦嚇，呢啲要講翻啦嚇，咁啊，咁呢個排次序係有啲即係你見到呢一個先由荷葉，再到小溪，最後去到泥土咁啊，咁排次序可以考呢啲嘅嚇，可以考呢啲嘅嚇，咁啊，OK，啊，咁啊，咁啊，自己要知道啦嚇，咁啊，雨點係願意幫助人哋嘅嚇，咁啊，咁完之後，有啲人物嘅，即係有啲角色裏邊啲角色嘅特點嚇，咁啊，譬如話嗰啲性格咧嚇，咁啊，咁佢可以攞嚟，或者心情可以攞嚟問啦，譬如話花兒嚇，咁啊，即係花兒吸飽咗水分之後嚇，咁啊，咁完之後佢好似喺度講謝謝你小雨點嚇，咁啊，咁嗱可以想象啦，花兒吸飽水分之後，咁佢嘅心情係點咧嚇？咁可以咁樣問啊嘛，OK，可以咁樣問嚇，咁啊可以咁樣問，OK 嚇，咁啊，大概係咁樣啦嚇，大概係咁樣，自己要識得睇嚇，要識得睇，OK 啊，咁啊，小雨點的旅行啊，即係都係編寫經嘅文字，OK。